有了。啊，负荆请罪。啥意思嘛？哎，七国争雄的时候，赵国有一位大将叫廉颇，还有一位上卿叫蔺相如。你们几个精神点儿。 来了，请王大人处置。铁哥犯了错，我们也有责任，请王大人一并处置。东西是我偷的，和水哥他们没有关系，请王大人处置我。我来处置。过来，公子，小心拿好。是，把它收好啊。哎，说，咋偷的？我是来向王大人请罪的，不是给你。做贼的还有理了？来人，不准起来，跪下！你们这是来请罪的吗？ 跪下！我们来请罪，是诚心诚意的。咋偷的就不说了，说怎么处置吧。我都已经说过了，东西是我偷的，和水哥他们没有关系，你处置我吧。 不处置也行。哎，真的，让他们找到打我的那伙人，帮我出气。行啊。你给我说过的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还有你，你是不是答应过我啊？两回事不能扯到一起。消了吧，不处置了，帮我打人出气。帮你打人就是错上加错。为啥？ 你挨打是因为拈花惹草，应该被打。铁哥偷东西已经错了，我们再帮你打人就是错上加错。哦，你压根儿就没想帮我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呢？你帮不帮我？水哥说的对，我不能助。银哥，那个怎么说来着？助助纣为虐。哦，对，助纣为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铁哥，好。 说得好，我应该挨打，那做贼的就应该受罚，那就惩罚吧。来人，在，剁他一只手。啥？是。看啥？是王大人让剁手的吗？执行惩罚我说了算，我说剁手就剁手，就用我的剑。 王大人不会这样处置我们的。我们去找王大人，走。你去找我爹，你信不信我爹剁他2只手？我不信。走。哎，我不去了。水哥，我已经给你丢脸了，不能再丢脸了。你不是要剁手吗？那就来吧，剁一只，还有一只呢，能生活的。来吧，铁哥，铁哥。 换个惩罚行吗？那就帮我出气。
打残那伙人。不帮，那就动手，剁！不敢！你太过分了，东西已经还回来了，为啥还要剁手？你们谁敢动一下子，我就让你们家翻天覆地！行，那不剁了，换个惩罚吧。那也不能太过分。打屁股！铁哥，忍住了，屁股打烂了，我背你回去。水哥，让他们打吧，我给你丢脸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忍住！啊！打了你兄弟，你心里肯定不舒服吧？哎，你要走？我已无颜面对王大人，面对你的家人。没人怪你嘛。我是老大，没有带好他们。这话也对。你本来是要赶我走的，这次不用赶，我自己走。你不跟我妹说一声吗？我更无颜面对她。你妹好心好意请我们兄弟来府中做客，结果让她丢脸了。你代我向你妹说一声，我会记着你们家人对我的好，记着你妹的好，也记着你的好。来，握个手。不。哎，水哥，哎，你等等，没人叫你走吗？谁让水哥走的？水哥自己走的，公子没有拦住。我给你叮嘱过，让你看着水哥，你也把他当耳旁风了。水哥不能走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要是走了水哥，我拿你试问。是，老爷。去吧。夫人。嫣儿听说水哥走了，不吃不喝，哭成了泪人了。是吗？可不是嘛！我劝不动你呀，赶紧去看看。姐姐，哎呀，是谁惹我们家嫣儿生气呀？是因为那个水哥。水哥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一个乡下野童，竟然惹我们家嫣儿流泪啼哭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父亲，嫣儿，我去收拾他，为你出气。不是的，父亲。不是？那是为什么？怎么了，孩子？父亲，为什么要赶水哥走啊？赶水哥走？谁赶水哥走了？你哥？管家？那还有谁呀？没有我发话，谁敢让水哥走？反正水哥就是走了嘛，父亲也不管管。哎呀，为父不是不管，我听说是水哥自己要走。水哥自己要走，为父怎么管呢？拦着他，不让他走啊！只要父亲不答应，水哥一定不会走的。哦，我们家嫣儿不吃不喝，终日啼哭，原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儿啊！啊？那父亲到底管不管啊？父亲要是管，水哥一定会回来的。如果父亲不让水哥回来，水哥就永远不会回来了。哦，我看这问题还真有些严重喽。嫣儿啊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嫣儿，你过来，
啊，坐下，父亲问你几句话。呼，妍儿啊，把眼泪擦干净啊。我问你几句话，你可要从实道来啊。嗯。你好像很喜欢那个水哥，是吗？怎么了？你真的很喜欢那个水哥是吗？他挺好的。怎么个挺好法？说来给为父听听。就是挺好的。哦，你是故意的。我不是。好了好了，不说就算了，我也就是随便问问。反正我不让水哥离开我们家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知道了就赶紧让水哥回来啊！哎，我现在就去水哥房间等他回来。哎，妍儿，妍儿。老爷。怎么样了？嫣儿她还哭吗？哎呀，比哭还严重。怎么了？水哥真的不能在咱们家待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快说呀！嫣儿喜欢上那个水哥了。喜欢？怎么个喜欢法啊？就是要嫁给他的那种喜欢。不会吧？不会不会。你去问他去。我去。啊，他在水哥屋里呢。他说要在那儿等他回来。是吗？他要是真的喜欢上那个水哥，那事儿就大了。哎，你告诉他，让他趁早断了这份心思。嫣儿啊，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水哥了？今天是怎么了？你和父亲都问我这些，赶紧说，是不是？什么是不是啊？想嫁给他？那又怎么了？哎呦，不得了了，真的不得了了！堂堂御史家的女儿，要嫁给一个乡下来的野童。母亲，咱祖上3辈不也是从乡下来的吗？现在不是了。我跟你说，嫣儿啊，你可千万别动这份心思。你要是动了这份心思，那整个御史家府就要天塌地陷了。那嫁给什么样的人能天朗气清啊？门当户对，听清了没有？门当户对。母亲，水哥虽然来自乡下，但是知书达理，为人正派，又有一身好武功，有正气，有志气，又有义气。以后如果有人提点，必定会成为栋梁之才。到时候不就门当户对了吗？人家惨遭灭门之灾，没有母亲，没有父亲，又没有兄弟姐妹，没有所谓的门户啊。到了咱们家就是咱们家的人了。看来你连以后都想好了是吗？已经成竹在胸了。这个水哥真的不能在咱们家待了。母亲，你父亲说了，只要你真的喜欢上那个水哥，他就不能再踏进咱们家一步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去找父亲说去。嫣儿，嫣儿，父亲为什么不让水哥来咱们家啊？谁说的？母亲说的。我说过吗？你不是……水哥他好好的，我为什么不让他来咱家呀？嫣儿，她真的是喜欢上那个水哥了。嫣儿喜欢水哥是真的，也应该喜欢水哥。水哥他有正气，有进取之心，又懂规矩，明事达理。我也很喜欢水哥呀。你听听，你听听。她是真想嫁给他。哦，至于是不是嫁给水哥嘛，那可就不像喜欢那么简单的事儿了，是吧？就算你想嫁给水哥，
那水哥他肯不肯答应呢？还有我，还有你母亲，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那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那是咱们全家人的大事啊！要遵循每个人的意愿，尤其是我和你母亲的意愿，是不是啊？你至少也要考虑父母的感受吧？啊，嫣儿。嫣儿啊，你可是你父亲的掌上明珠啊，你知道吗？可是父亲并不反对我喜欢水哥啊。那他也没有同意你嫁给他呀。我也没说现在就嫁，什么时候都不行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是嫣儿的大事，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，就以后再说吧。啊。父亲，您会让水哥回来的，是不是？会的。父亲会对水哥好是吗？当然了。母亲呢？母亲也会对水哥好的。是不是？嫣儿啊，只要你不嫁给那个水哥，我会对他好的，和以往一样，比以往更好。父亲，以后你会关心水哥的前程，对吗？我会把他当成自家的孩子一样关心。真的？真的。那这样我就放心了。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水哥现在还没回来。我已经派人到波斯酒楼去找他喽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太好了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哎。谢谢父亲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放心吧，我不会让嫣儿嫁给这个乡下野童的。他们也太狠了，这伤没1个月好不了啊！玉泉道长给的药，7天之内就会好。铁哥，你疼吗？没关系，屁股疼，心里舒服了。这回我让水哥蒙羞了，屁股挨了揍，2顶了。哎，2回事儿嘛。在我看就是1回事儿。这个严重的多。水哥要离开御史家府，王大人这条路，咱们可就算断了。啊？断了就断了。水哥回波斯酒楼，我高兴。那大家的前程呢？啊，不要了。我压根儿就没想要，上心的就是你和金哥。哎，我也没想要啊。哎，金哥，你听听，做错了事，还强词夺理。水哥，你就不能管管铁哥吗？铁哥，就不能不偷东西吗？哎呀，这回本来我没打算偷。他家的好东西太多了，手一痒，我就想拿了。再一想，有这么多好东西呢，我拿一些，王大人是不会知道的，所以我就拿了嘛。没想到他竟然知道，他脑袋真好使，可以记得住。废话，脑袋不好使能当这么大的官吗？我以后不再偷他家的东西了。你还别说，没下次了。最好，谁的东西都别偷。对。我怎么就管不了你们呢？啊？好了，我想个办法，帮你管住他。水哥回来了。啊？太好了，水哥回来了。哎，过来，拧一下。好吧，不拧了。铁哥。啊？这次水哥回来，姐感谢你。别呀，有人要讨伐我呢。讨伐个屁！真不回去了？太好了，我请客，喝酒。哎，请。我和公子是奉王大人之命，来请水哥回府的。真的，诚心诚意。铁哥做错了事，几位少侠深明大义，负荆请罪，勇气和诚意，使王大人甚为感佩，视几位少侠为可雕之木，可造之材。对，我爹的确是这么说的。王大人请水哥回府。
继续教公子习武，并有意栽培水哥。嗯，我爹说过这句话吗？水哥，请吧。不是，水哥，赶紧的，台阶儿。水哥，这个台阶儿还是能上能下的，管了现在，还有将来，赶紧啊！你看我干啥？想去就去。哎，水哥，赛马，借你的手镯用用。干啥？铁哥，啊，你带着这个，以后你一伸手的时候，它就会响。啊？那我吃饭穿衣、拉屎尿尿都会响的。那这样吧，如果有一天呢，你长记性了，再还给赛马，好吗？好。赛马，我走了。啊，请。请。哎，水哥，水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悄悄话。哎，尚德堂里啊有暗道机关，我不骗你的，你自己去看呐。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以后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们家了，不让，不让，不让！我什么呀？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为什么要回波斯酒楼？我没管好铁哥，他偷了你们家东西，让你丢脸了。就因为这个？没有别的原因？那个赛马姑娘挺喜欢你的吧？不是，我初到长安，快饿昏了，她在波斯酒楼给我找了一份营生。你也喜欢她？他人挺好的，我们兄弟几个都很喜欢他的。哎，我没问他们，我问的是你，你有多喜欢他？多喜欢？喜欢就是喜欢，怎么还多喜欢啊？那你也喜欢我，对吗？喜欢就点头，不喜欢就摇头。不喜欢？不是。那就是喜欢了。也不是。我的意思是，不敢喜欢。不敢？我是老虎吗？那就是因为我是堂堂的御史千金，我愿意让你喜欢。我说了，不是不喜欢，是不敢喜欢。作为一个男人，连喜欢的女人都不敢喜欢，我以后还能指望你什么？不跟你说了。哎，别！说呀！我有杀父灭门之仇，更是从死人堆里跑出来的。我自己以后到底什么样，我自己也不清楚。就算我不报仇，仇人也会找上门来的。更何况我跟你之间
间门不当户不对的，我现在连个安身立命的营生都没有，我还怎么喜欢你啊？我知道你的想法，我很感动，但是我不能耽误你，更不能连累你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些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是掏心的话。你听着，我父亲会帮你的。再说还有我呢。如果杀亲灭门的仇人找来了，我们就一起面对；我们就一起活；死，我们就一起死。这样你敢喜欢我了吗？你说呀！水哥，我跟父亲说了，铁哥不是故意的，只是觉得好玩。该你了。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没有。肯定有心事，说嘛，说了再下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你父亲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就因为这个啊？因为我喜欢你啊，所以我父亲也喜欢你。他现在对你好，以后啊会对你更好。不信你就等着。其实，越对我好，我就觉得越不踏实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怪呢？别人对你好，你也不踏实啊？那也不是。你看着我，还不踏实吗？我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啊？水哥，子曰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”你这是杞人忧天，庸人自扰。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？我也想不明白。我不喜欢看你满脸愁云、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愁死了。笑一个，给我笑一个。不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的，如果会发生呢，也会是好事。你就这样想。该你了。我又输了。再来。不来了。怎么了？人的好，是点点滴滴的，水哥。我觉得你……我怎么了？算了，没什么。我就是觉得很羡慕那位赛马姑娘，随心所欲，无遮无拦。我以后啊，得像她那样。尚德堂里有暗道机关，不骗你的，你自己去看啊。
老爷，老爷，这么晚了，有事儿吗？水哥去尚德堂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哎。 出来吧，水哥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 坐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看到了什么？没走出去？王大人，我又做错事了。啊，知道错了就好啊。来来来。 喝茶吧。啊，我不会在茶水里下毒的，更不会加害于你。不是啊，水哥呀，一定是偷我夜明珠的那个铁哥，发现了，告诉你的，引起了你的好奇，对吗？没什么好奇的，京城的大户人家都有暗道地道，以防不测。 你年少聪明，品行端正，我早已把你当成家里人看待了，所以你发现了也好，只是不要告知于外人。你那几位小兄弟虽然品行顽劣，却都邪不压正，可爱之处甚多，如能耐心教化，都可以成为可造之才的。 你比他们年长一些，应该成为他们的楷模才是啊！王大人，是我没管好他们，我自己也不好。没关系，能自省，方能上进。水哥呀，我希望你能安心留在府中，教习王林，自己也有所长进。至于将来，我会有所考虑的。 你和那几位小兄弟都能走向正道。王大人大恩大德，水哥铭记于心。好了，水哥，你可以去休息了。
手。水哥在给公子教习刀法剑术，很精细。哦，老爷还有吩咐吗？今天是6月初7。6月初7，啊，知道了。你让燕儿到旗亭陪我下盘棋。是。6月初7。啊，燕儿，父亲今日又得闲暇了。就是没得闲暇，也得抽出闲暇来，让燕儿陪父亲散心休闲呢。燕儿乐于从命。坐吧，坐吧。父亲先走。不，燕儿先走。燕儿啊，有件事情，为父一直想说。说呗。宰相李大人已经跟我提说过几回了。又说他们家公子吧？哎，也说到燕儿，不知燕儿认为如何呀？父亲，您这样说的话，打扰女儿下棋的心思了。哦，好好好，那就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咱们换个话题啊，说说水哥。水哥怎么了？燕儿紧张了。燕儿紧张什么呀？我说的是好事儿啊。燕儿，你听着。女儿听着呢。为父想收水哥为义子，不知燕儿认为如何呀？真的？真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样的话，水哥就真的成咱们家的人了。当然。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了。父亲不会变卦吧？不会变卦。那我告诉水哥去。哎，等等。父亲说好了不变卦的。不变卦，不变卦，只是有句话要叮嘱燕儿。父亲说吧。我不反对燕儿喜欢水哥，这是其一。那其二呢？发乎情，止于礼的古训，燕儿是知道的，也应该做到，是不是啊？是，父亲。好消息，我父亲要收你为义子了。啊！父亲说的。水哥，你不会不高兴吧？哥，你也应该高兴啊，这样你们两个以后就是兄弟了。不可能！父亲刚才说的，不会变卦的。我去找父亲。哼！哎，哥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灵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别吵了，我跟你说啊。我不听，不听，不听！父亲什么意思嘛？什么意思嘛？什么意思？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！你这个样子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找你父亲说去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把水哥赶走！赶走水哥，那得你父亲同意呀。不管，你去说，你去说，听见没有？灵儿。我不能去说了，说也来不及了。喜儿礼，明天就办了。啊？明天？听说那几个少年也来，你父亲好像挺喜欢他们的，还要给他们一个惊喜呢。啊，几位少侠，这边请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好事儿，你看看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水哥呢？正在沐浴。沐浴。请。
哎，你们看，那不是王林吗？哎，他怎么回事啊？云中来，风未歇，云遮风锁生死劫。少年郎，青兰诀，书法策马生风雪。斗酒十千，世间斗酒，一言而尽，这男儿潇洒。纵马万里，万里纵马，一骑穿云霄对繁华。九重门，刀光烈，肝胆相照自豪杰。胡旋雷，寻孤雁，善恶不待天地绝。一曲长